马太福音第6章，着谨慎，毋通为着要互人看，则故意伫人的面前展恁的敬虔，安尼做，袂当对恁的天父得到报赏。所以，你真济的时，毋通先分喇叭报人知，亲像假好的人伫会堂甲街路安尼做，爱互人学乐。我实在甲恁讲。因已经得到应得的报赏啦！你真济的时，毋通互你的倒手知正手的所做，互你通点点仔真济，点点仔在看的，你的爸会甲你报赏。恁祈祷的时，毋通亲像假好的人，因为因爱互人看，故意徛伫会堂也是路口祈祷。我实在甲恁讲。因已经得到应得的报赏啦！你祈祷的时，就入去房间内，关门，对你点点仔在看的爸求，安尼点点仔在看的爸会甲你报赏。恁祈祷的时，毋通亲像外邦人讲了搁讲，因为因想讲较侪话，上帝才会听见。恁毋通甲因相款，因为还未求以前。恁的爸已经知恁的需要，所以恁着安尼祈祷：阮的天父，愿你的圣名受尊重，愿你施行主权，愿你的旨意实现，伫地上亲像伫天顶。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，求你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求你毋通互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炼，救阮脱离迄个邪恶者。恁若赦免人的过失，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；恁若无赦免人，恁的天父嘛袂赦免恁的过失。恁禁食的时，毋通亲像假好的人面悠悠角角，因为因故意互面歹看，爱互人看出因伫禁食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因已经得到应得的报赏啦。毋过恁禁食的时，头毛着抹油，面着洗，互人看袂出你伫禁食，只有互点点仔伫看的爸看见。安尼，点点仔伫看的爸会甲你报赏。毋通为着家己积资财宝伫地上，伫遮有通加，袂生鲜。贼为乌空饕餮，就为着家己积资财宝伫天顶，伫遐无通加，袂生鲜。无贼乌空饕餮，因为你的财宝伫倒位，你的心嘛会伫遐。目睭是身躯的灯，你的目睭若金，规身躯就光明；你的目睭若花，规身躯就乌暗。安尼，你内面的光若变做暗，这个乌暗是偌呢厉害，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。伊若毋是怨恨这个，疼迄个，就是看重这个，看轻迄个。恁袂当上时服侍上帝甲钱财，所以我甲恁讲，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在操烦，嘛毋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什么在操烦。性命减毋是比食物较重要，身躯减毋是比衣服较重要。恁看空中的飞鸟，因无种作，无收成，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，恁的天父嘛得甲因养饲，恁减无比因较贵重。恁减有人想讲操烦，会当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时仔久，恁哪着因为要穿什么操烦？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在大长，因无劳苦，嘛无芳质。不过我甲恁讲，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，伊穿的衫都无比遮的花的一蕊搁较水。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在活，
明仔载互人迄落火炉，上帝都安尼甲因糟蹋，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，恁哪会遮尔无信心？所以恁毋免操烦讲，我毋要食什么，还是我毋要啉什么，要穿什么，遮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。恁的天父知遮个拢是恁所需要的，就先追求伊的主权，甲伊的旨意实现，遮个物件就会煞拢互恁。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，明仔载的代志，明仔载才操烦，一日的艰苦，一日长。